唔是嘛嘅推家，路是的直接囤点方嘅东西带走，那么有按好空嘅事情呢？新竹峨眉生意了，按旧都可以一看免费商店，穷色做下，经过一年都感觉过起毛。虽然有时有点方嘅东西总可唔值钱，是得免费带转去，变相地度嘅食材也穷样哦，还是得直接拿去顺后嘅做下煮来食。也系客家后生嘅持看子、持其用两兄妹，创业也个理会经济嘅概念所打造嘅分享空间。更加人等上高度消费，买嘢睇到用唔到嘅东西，睇弄黑的，迄个东西都是得带去给本有需要嘅人拿去用。也个免费商店上嘅资源流通，发挥生态嘅价值。韩国希望大帮安尼唔是花钱嘅方式，囤落花嘅沙期，再个提发发起来。最後就係最後，炒米粉狂牛竹筍，大家知道就來就去。竹筍好筍哦，青龍筍，兩個九點四點烘嘢白的哦，清嫩清甜。你感覺講你安尼油條擺，按太家庭嘅用感覺嘛？有。哦，當好嘅感覺哈。好先哈。其實幾條主介紹服務件事，就菜的機密，結果就介是係高路嘅銀行。因为一起来吃，我们这边社区在共食。为什么那么幸福？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居民跟游客可以一起吃饭这样子，一起聊天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可以帮我们洗个碗啊，或是帮我们打个广告。哦，可以。第六走在帮助社区的居民修缮，或是拔草，或是整理园区，或是洗碗，或是帮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下一篇广告嘛，走的。为啥去做到事情，做水本事的东西，下来的菜当到都係見面提供嘅。我今年哦做兩項菜來，嚇，綠竹筍炒完呢，就個辣點，前好食，佢把食空，嘿，啊，兩幫鋪哦，我是做涼拌的，按多幫鋪賣，你愛家賣咪冇夠錢啊，哦，我一擺我是提供一家。我是做只涼拌南瓜過來，吼，啊，一開始哦，我人講哦，規盤水哦，冇叫啥夾，幾把都冇掛。不過呢條菜其實很多都係中下類嘅食材做出來嘅，我們是未了了見面回商店，強勢做下係此經濟，此其中兩兄妹強下打造嘅，用地府經濟嘅概念，推廣資源強下分享，冇撈東西打上貼。就是在国外看到有免费商店那个东西，但是熊公，台湾有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？想要做个实验看看，就放一个小盒子，结果发现物资不减反增，然后多到就是家里面吃都放不下，不用弄，对，所以就可以开一间免费商店这样子。點多嘅東西如市場嘅人除咗在出江拿走，變相都嘅食材也強壯，農民賣掉嘅菜，路讓起銀行食唔睇嘅東西都會提供出來。鳳梨、水果什麼都有。你看，啊，雞蛋，他們自己要料理的，雞蛋啦，美乃滋。是講倆到來倆會錄樣嘅嘢啦，嚇，啲大嘅東西唔係講隔天講統一食到強多，所以佢到東西會食下來會要中嘅。cái chỗ này chỉ cái về biểu bên xiang, cái mới đại專業，按表了為些，該到上次做咧拿上該當部免費商店該公司廚房該為去。喺每大上體之外，沙期讓銀行也透過強下市，就下都該連結。難得他兩兄妹這麼努力的提出很多的好點子，那我是本身也是這個村民呢，所以我義不容辭的也來共襄盛舉。香港嗰兩個成員都係觀念動湖啦，疼愛這個大自然、地球有沒有？不看某種島啊，就拿來兩位，看到兩種嘢就大專業，我覺得這個觀念動湖。所以我們都支持佢啦。當到大家係唔了解，乜個免費商店，乜共識啊，還很多人冇買地，大家因為衣服講，
嘿，用按好了哈，那不是钱来呀哈，大家是为了取款啊哈，人家盘的，有没盘了1,000块啊？那我们觉得，怎么可以吃免费又拿免费？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一下，对，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些东西过来一起交换分享这样。因系无私的奉献哈，你没有想讲要怎样的也付出啊。透过你们系文工啊，我们看透过没有中天呐哈，没有文工啊才去看我看腾讯嘛个。点么老年下不但是系单纯嘅买卖关系，家人穷下时交流对话，修复嘅关系也更来更好。不只是促进社区的营造，我觉得它可能更回到一个人的本质，就是大家一个共享的一个概念这样。那时候人非常的多，然后有时候进来的时候都没地方停车子，希望他们这样子的计划可以让这个地方吸引更多人来，然后可以让这边再活跃起来，这样回到以前的那个荣景。高龄化、少子化，社区后生意少，政府向外希望用唔是用到车嘅方式，出做啲改变社区，也大部免费商店，自然就得得到很好嘅利润。那这边很多玩具啊，都是小朋友他们玩不完的，然后拿过来再换他们喜欢玩的东西回去，就是我们的物品就会有一个流通，不会说玩完不要丢就丢掉，浪费可惜。然后就是我很喜欢，就是帮他装扮，把它当成一个家人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把这只兔子捐起来，捐出来，可能会分散到更多的快乐。那你不会舍不得吗？我以后如果有来的话，应该可以找他玩吧。他会被人家拿走？就他可能就找到另外一个更爱他的家啦。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好。哎呀，不然这家里很多的很可惜的东西要用没办法用，不可能去拿的。你看这新的，丢掉又浪费。对呀，我也不可能拿去丢掉了。这都现在就一直摆着。对啊，有好几个没有用到那么多就拿来这样子。你也有找到你要的东西？有，像现在这个那个保温瓶，让物品可以再延续的一个理念，这样不要就是过度消费。我们在台湾的物资真的非常多，然后我们也常常不自觉的就会买了很多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最后就变成垃圾会丢掉。那你如果可以拿出来让大家分享的话，是很棒的事情。一群人进来拿了之后，可是又有另外一群人拿了一大堆东西，所以其实流通速度算是快的，所以大家尽量捐没关系。希望从做出唔是适当多钱，也做得生活嘅哪一种方式，让艺术商店冇强上嘅系，了解嘅东西冇下价值，唔用数字来填几嘅价值。你只要好好珍惜它、使用它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发挥最大的价值。没错。冇存钱存到音啊，系啊，存到广告啊，存到披萨地那个提缝。别红嫩嫩嘅相片当中都有股，也系良乡外嘅哪一看点么，卖嘅系灰日，过后会天天嘅温州彩体相片，对两看点么出发，带领人客来吃面饮食食物料，希望冇落嘅食物料，做得再高有好光景。希望是可以培育或是吸引年轻的人来这边，然后爱上这个地方，生根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活化这个地方。那其实从共识到就是照片分享、回忆故事这边，其实他就是希望游客可以真的喜欢上这个地方，然后让这个地方变成他们自己第二个家的这种感觉。后生人咁命咁喜气，但热心嘅想法，希望农村就地有時冇強上，喺那底下真繼續見來見到嘅，專為人通幾多嘅理念，等來錢免費商店，幾多也得到動態嘅能量，也喺那靠題，也做係自家愛做嘅事情。